如果你有一絲嘅念頭想整好屋企，你一定要識嘅設計思考模式，記得睇到最後，因為我會一步一步畫俾你睇。諗間房個設計要由最微觀嘅問題開始，譬如話阿女瞓幾大張床，瞓覺反唔反瞓，怕唔怕光，怕唔怕嘈，長時間喺部電腦度做功課，使唔使拉下筋，有冇地方伸展。其實呢啲一個個小問題，你有諗過嘅話，你已經超越咗大部分新手嘅設計師㗎。喂，咁不如我哋開始咯。首先我哋要度晒屋企嘅所有尺寸，咁我哋先至可以有一個框框噶嘛。乜嘢係必需品？你睇下個天熱到咁嘅地步，冷氣同開門通道係必須啦，係嘛？一定要畫咗先，之後再放一嚿類似家私嘅物體，睇下個空間感。千祈唔好咁急諗住個家私養住，因為未來你要洗冷氣維修嘅地方，你要預留咗先噶嘛。所以今次呢，我就由個書櫃開始諗個 detail， 然後走晒成間房，咁睇下追唔追得翻張台啦，然後整理翻成個風格、燈光、襯色，最後梗係要加埋啲日常生活用品落去，噔噔，初步就完成咗噶啦。唔知我咁樣嘅分享會唔會 brainstorm 到你呢？有啲咩設計你想知道嘅，不妨留言話俾我知，等我下次再拍片話俾你聽。